Deep Blue 係荷蘭品牌 Kemper 最新推出嘅入門級入耳式耳機啊。Kemper 嘅創辦人咧本身就係音樂人，有接近30年嘅現場演出啊同埋音響工程嘅經驗。Deep Blue 係採用咗特別設計嘅10mm PU 加 PET 嘅複合振膜動圈單元啊，可以提供到出色嘅動態響應。雖然咧係1000蚊樓下嘅入門型號啊，但係耳機本身嘅手感咧依然都幾唔錯。鋁尾合金嘅外殼啦，採用咗5軸 CNC 嘅切割，外邊咧係多邊形嘅立體形狀。耳機採用咗自家研發嘅外殼設計啊，經過反覆成型啊同埋塑形調整，加埋超低頻嘅回彈腔體，咁有咗提升聲音嘅穩定性啊同埋還原度。今次Deep Blue除咗本身價錢平之外啊，更加抵玩嘅就係買耳機仲會送埋呢個 Kemper CX3 解碼轉接頭，提供咗3.5mm嘅輸出，另一邊就係 USB-C 嘅插頭嚟，適合依家大部分冇耳機插頭嘅手機嚟到用。另外亦都可以用響電腦啊、notebook 等等嘅器材，支援咗 PCM 32bit 384kHz 嘅音訊解碼，鋁尾合金嘅外殼質感亦都相當好。